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虽然会众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依然要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大声唱我们的第一首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们一起拍手。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全，主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主我们要宣扬你无比大爱，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我能进入你光明同在，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深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主啊，我们一生都要全心来称颂你。主，愿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主，唯有你让我们心歌唱。我们一起再来全心称颂我们的主。起来！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全，主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圣洁归我主，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深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主啊，我们一生都要来敬拜你，主，我们一生都要全心的来称颂你。主啊，因为你是全能的救主，你是全能的君王。主，我们一生都要呼求你。主，求你这一生都与我们同在。主，因为你是全地的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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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唱全地的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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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真能深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
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让我们再唱，圣洁归我主，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子，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他的面前，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一起来唱。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可以邀请弟兄姐妹跟前后左右的大家挥挥手，很开心见到你，我们一起再来敬拜我们的主。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感谢主，我们依靠你，我们就能施展我们的大能。接下来，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唱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主，当我们不明白事情的由来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的万事皆属你。主，我们要信靠你。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主，我们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我们在这一生，我们甘愿谦卑来顺服你。我们一起再来从头来唱。当我不明白，当我不明白，事情必有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主，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起来做的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幸运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在我们面对生命彷徨的时候，主求你和我们在一起，求主你的帮助。我们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着，我们来攻读主的诫命，新的诫命，来一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还请坐。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奉献，请招待的是，来出来是服侍，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创造宇宙万有的大主宰，昔在、今在、永远在的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你是荣耀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诸天述说你的荣耀，
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你的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你的知识。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万有和你自己都白白赐给了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借着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卑微和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缺乏和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亏欠和失败，你也深知我们的心思跟意念。恳求主，因着你的慈爱赦免饶恕我们，借着你的灵赐福施恩给我们，更新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儿女，能承受你一切的丰富，在你面前蒙你前辈的恩典与祝福。阿爸父神，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出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我来进行今天的报告，请大家可以翻开周报的内页啊，有报告的事项。前面有那些下个礼拜的主礼的聚会的内容，请大家来看。那么教会的消息，第一条，在本主日，2位牧师跟干事，还有我们的随同我们的圣歌队，都前往台南的德光教会，向郭正尧传道夫妇封牧就任，祝贺来献诗。也感谢我们的罗荣斌牧师啊，协助来讲台的讲席信息，愿主赐福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第二条，7月8号礼拜六上午10点会召开长执会，下午2点举办长执培训，讲员是圣经学院公关主任苏正才牧师。下午5点半召开小会，请长执们留意。第3点，7月14到24为我们2位牧师安排年休返乡，就是金门来探亲。期间7月19号的查经祷告会暂停1次。第4条就是青少年团契定在8月19到20举办夏令营队，地点在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对象就是国中、高中跟大专生，费用一律都2000块钱。报名表在1楼的柜台都有，欢迎自由索取。如果有不熟悉的地方，我们洽我们的团契辅导定信跟子瑜。第5条，宣道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已到6月底6月30举行春季班的结业暨感恩餐会，学员志工共有80个人参与。秋季班的课程报名都已经额满了，定在9月4号起陆续开课，敬请代祷。第6条，第3季就是7月到9月的服事排班表，已随周报放在 LINE 的各团契的群组中。如果需要纸饼的会友，我们招待桌有，请你自己拿取。第7条，第3季7月到9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也在招待桌上面，请你可以自行去拿取，并按照进度每日来灵修。那奉献的明细，请大家自己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或是漏掉的，请洽我们的会计。那么我们现在来攻读神的话语，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路加福音14章到24节我来念单数节，请会众来念双数节。第15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起得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泥巴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以上，请圣经的话，请大家遵守。来，我们讲到要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讲题是：我们还可以再找什么理由呢？我们还可以再找什么理由呢？请罗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敬拜神，请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主耶稣的牺牲跟救赎，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也能够称你为阿爸天父，这是何等的福分！神，你给我们的身份是这么的尊贵，让我们能够随时亲近你。但是主啊，我们有真的去看重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有真的从内心时时知道要亲近你吗？透过今天的经文，希望我们一起能够很好的反省，让我们能够照着神你的教导，好好趁主你还能够寻找的时候，我们去寻找你，去抓住你，让我们能够去好好跟从你，来享受神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请人家吃饭，但却临时被放鸽子的经验吗？有吗？也就是说，日子跟时间都定好了，但是对方突然讲时到日到，日子到了，才突然用一个听来好像很堂皇的理由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够去出席你的邀请的这个聚餐。”换句话，他就爽约了。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不会心里很不爽？以前都定好了啊，时间说好，日子也定好，你怎么突然来放鸽子当然内心会很不高兴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正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要描述的呢，它的情境有一点类似因为我们知道在晋东文化里面，包括我们台湾也是一样。你要吃饭正式的宴会，一定会怎么样？先发个先发个请帖，或是很正式的告诉你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要请你来吃饭然后到了日子，正式的日子到了以后，会正式再提醒你，或者说大户人家，他就请仆人去邀请你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宾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全的正式来邀请你了前些日子说什么时候要吃饭，现在日子到了，请你来来坐席但是呢，你看结果说，那些在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宾客都异口同音的推辞了他们推辞的理由听起来好像乍听之下是很有道理。这些人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还记得吗？他说：“我刚买了地，我要去看一下，所以请你准我辞的。”各位，你觉得这个理由讲得通吗？你要买地不是要先看吗？
你知道要买一块地，有时候要看很久才会决定，才会决定出来哈。我们知道这个三支安养院我们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办的三支安养院，这个办得很成功大概长照里面安养院它是很成功，但是你知道那一块地要选到那一块地，我当时候在双联教会当教育牧师，总共呢。长子出去看了大概100块地以上，才最后选到那一块地，所以你要买一块地，不是说我随便钱就买了，然后再说，我去看看这块地买的好不好？没有，你一定要先看过嘛。第二个人讲的理由也是类似啊，说什么？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试看。你买东西有这么阿莎里吗？说先买了牛，先买了我不管，到时候买了我再来试试看，不可能，一定是先试过，说检查了这个是很棒的的牛，我才会买回来嘛所以这个也不合理。第三个人他讲的理由好像有一点合理，他说我都娶某，跟我们宇翔执事一样才半年而已刚刚有确认一下他说我刚娶太太不能够去参加，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其实也没有道理，只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律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说什么？说新婚的人新婚像我刚刚说宇翔只是他们新婚第1年，男生不用去当兵你好好顾某就好你把太太顾好就好，你不用当兵但是不用当兵，代表不能吃饭吗？可以你在顾太太，也可以带太太出来吃饭所以简单来说，这几个理由怎么样，都不是理由，只是借口，去推辞的一个借口，就是不想去。所以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原来都被请好了，然后突然人家来跟你说，时间到了，请你来吃饭，讲了一堆不要的理由，讲了一大堆好像合理，但是其实不合理的借口，背后的意义代表什么？我们都很聪明想想看，背后的意义代表什么？我就是不看重这个邀请嘛，这个宴席，这个饭局，我不在乎啦，或者说你邀请，可能这个人我就看不上眼，当时候可能随便跟你答应一下，我没有看中这个宴席不把被邀请看成一回事，所以他才会拒绝嘛。不然的话，如果他很看重的话，他会怎样？排除万难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突然接到一个请帖说，下个月的几月几号下个月几号某某时候。总统要请你吃饭，来吃国宴，你会拒绝吗？我想你会把很多旁边的事，不行，那冲堂的快点把它都把它吃掉。我就是要去参加，但是这些人就是没有，他就是不看重这个宴席，不看重这个邀请，所以呢，当主人听到仆人回答以后，你看到主人就动怒了他动怒了，他说，你去到城里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把他带来当我的宾客那结果仆人去执行了以后说，主人你说的我们都去做完了，但是怎么样？还有空座，还有空位置，怎么办？主人说，你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然后最后那一句话很要紧，他说：“先前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你如果看第1节跟最后1节，落差很大，对不对？那些人听本来跟从耶稣的人，他们本来说能够在天国里能够吃宴席的人是多么幸福何等有福气，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说，先前我请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吃我的宴席，是不是觉得落差很大？本来是一个
很好像是充满说哇，可以是很宾主尽欢的宴席，但是最后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进来哈，享受这个宴席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都用各种不合理的理由来向主人推辞哈。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好，他们都用不同的理由，不合理的理由来推辞主人的邀请。那我首先要跟各位讲说，会用很多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是现在才有的一种情况吗？还是从前就有了？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哦，这个历史很悠久，从谁开始就会这样？从亚当跟夏娃就会了。你看啊，当这个你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亚当跟夏娃跟上帝好像是朋友一样啊。但有一天，上帝突然来找他们的时候说：“我们不敢出来，因为我们赤身肉体。”上帝说：“很奇怪啊哈，那你们哈，难道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哦，所以上帝就首先问谁？问这个亚当，他说哈，难道你吃了哈？你莫非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怎么回答？亚当说：“哦，你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哦，她摘了那个果子哦，给我啊，我就吃了啊。给了上哦，把责任推给太太，对不对？那上帝就去找夏娃，那夏娃的回答又是什么？上帝问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哦，那个蛇啊，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哈。所以你看到亚当编一个理由推给夏娃，夏娃又推给蛇。所以从有人类开始，也就是说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人常常会产生的一种现象，就是说找很多理由，为你的自己的生活或是生命来做借口，来把它合理化哈。我们讲几个生活上常常会遇到的例子哈，例如说，我们说在社会上有时候人会比人会气死人，不应该比，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比不上别人啊。你问他说，你怎么人家都这么上进，这么有成就啊年纪轻轻就成家立业然后他们就都很成功你怎么还是平平凡凡？你想这样的人他会怎么回答？他有很多理由你说我可能背景不一样你看人家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们家这么贫穷人家从小就读私立学校，我是读公立学，我只能够读公立学校人家功课不好，能够补习我没钱补习我怎么功课会好？后面这一点是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考大学第一年才考6分，数学才6分。我被我们老师搞垮了。那时候新数学不讲那个，第一年6分，第2年再去补习，补了1年，多了20分，27分。我很记得我们重考的同学坐在我斜对面的，应该是可以偷看的，但是我们很正派，没有看他。考完的时候他说：“今年的数学真的是太简单了，随便也70分。”我说70分，他果然成绩下来，他75分，我才27分，他在政大，我在文化，就差数学。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你就会找理由这个真的是理由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人就是会找这样的理由来说你看我为什么比不上别人？因为人家不用努力也没关系你看他背景那么好，含着金汤匙嘛，对不对？我认识曾经在布里斯本牧会，在澳洲牧会10年，我认识一个会友，我好羡慕他。他每天就是钓鱼、打高尔夫球，然后吃喝玩乐。有一个爸爸，他真的不用烦恼，他只要不去赌博，他不要去嫖妓，不要去吸毒。他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去接触的话，他吃了好几代都吃不完。
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为什么比不上别人？因为出身不好啊，哈。我曾经用这样的理由，但是当然后来自己悔改向上这是另外一回事哦。那你看看啊，有些人你说在职场，我们现在都在上班，对不对？有些人为什么升很快啊？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可能你也有很多理由啊。你看背景，刚刚我们讲的背景不同啊，或者说人家会送礼啊，会巴结啊，嘴巴比较甜啊，特别背景有没有差很多？有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年有记得说陈履安有出来选总统，现在明年要选总统，对不对？那一年他好像不晓得跟谁，好像是跟林洋港还是谁他们搭配哦，这是我们那一代的人哦。陈履安有人认识他吗？我糟糕，嘿嘿嘿嘿，我们的执事认识的，对不对？他们在政见发表的时候，等一下再讲他哪一号人物哈。他政见发表的时候呢，他在上面讲政见，我的旁边有一个人就在那里碎碎念了，念什么？我就问他说：“人家在讲话，你怎么在念呢？”他说：“陈履安有什么稀奇？他读哪一个？在去国外哪一个大学读？我跟他同学啊，他是博士，我也是博士啊。但是回来台湾，他当教育部长，我当那个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科长而已。”他说：“为什么会？”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爸爸是陈诚，你们都不认识了，老蒋时代的副总统，所以说他的爸爸是副总统啊，所以不公平吧，对不对？所以就会编很多理由啊，考试人家也有理由啊，对不对？老师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要考试啊，或是考了没有在交流范围，反正理由就一堆哈，这是我们的生活的现象。但是今天我要重点是要跟我们讲说，重点要放在说，那在信仰上呢？生活上可能我们会找很多理由来合理化你的一些情况，但是信仰上，我们是不是跟神的关系上也是有时候会找很多理由来怎么样，来跟神疏远，有没有？这是我们今天要想的重点哦。我们想想看哦，上帝创造世界总共工作了几天？6天，对不对？第7天那时候就会说安息日，新约说什么？是主日，因为主耶稣是在7天的第1天复活，所以我们纪念。所以我们今天都说主日，除非你是安息日会或是真耶稣教会，你才守安息日哈。那无论怎样，上帝创造世界6天，第7天就是要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休息，能够来圣殿来敬拜他，来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英文说让你有机会再 refresh， 让你重新得力，去面对新的一个礼拜的生活。但是呢，你想想看，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这么真的去乖乖的照这样做？没有。我在牧会当中，我看过好几个，也不少了，就是说，他名称叫做基督徒，但是他时常用理由不参加聚会，也不参加服事，让你会看得说啊，实在是很可惜啊哈。我在牧会当中印象很深，有一次我替一个大概40几岁的爸爸，过世哈，为他主持告别式，我真的很伤心。我们当中大概有的已经40岁左右了吧哈。那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人，他怎样呢？他在40多岁已经有2间工厂，有3间房子吧，大概。他是很努力也很孝顺的一个人。那我在牧会当中，我就觉得说，这样一个好的弟兄，应该请他怎么样出来服侍。所以说，你用同学出来宣教书哈，一起来投入服侍。但是他每次都跟我回答说，牧师再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更稳一点哈，讲财力更稳，或是整个经济更稳，我才出来服侍。但是你知道吗？我跟他邀请几次以后，他没有出来。后来有一次，他的妈妈得了一种怪病就找不到原因。但是妈妈这身体一直很不好，那他很孝顺，他一直都照顾他妈妈，一直跟在身边。但是呢，后来他妈妈还是走了。那他妈妈走了，事情还没有结束，
紧接着没有多久，他自己也得了一个怪病。那他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他，他就很难过，他跟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迫切跟我祷告，为我祷告？我这一次如果好起来的话，我要热心的服侍神。”你知道牧师最怕遇到这种情况。好，我要怎么帮他祷告？但是我只能够诚实告诉他，我说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让你好起来。但是呢，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一个导管，我为你祷告，但是决定你能不能够好起来，是谁的权柄？上帝的权柄。我只能够这样帮他祷告，求神怜悯他。但是后来呢，他还是走了。我真的很难过。我在帮他主持告别的事的时候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上帝也祝福你那么多，工厂2间，房子3间了，那你如果可以出来服侍神，为什么不出来？但是他就是有他的理由。但是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我们要小心看，这个经文是对谁讲的？他是对当时候的法利赛人跟以色列人讲的。他们一开始不是说好像是怕哪凉，说好像在哈拉说能够在上帝国里面吃完的好幸福哦。好，主耶稣说好，你们既然这样讲，我就讲给你们听。好，为什么讲这个给他们听？因为法利赛人跟以色列人，你们就好像已经被邀请的宾客啊。但是呢，你们很多人对主耶稣的教训，你们都不接受啊。然后你们在看老人啦，你们就是很多理由不进入上帝国啊。所以你看看整个圣经里面，上帝的救恩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你们拒绝嘛，你们用很多理由拒绝神，所以上帝把救恩就转到哪里？转给外邦人。所以你看有保罗出现嘛，主耶稣最后呼召的一个使徒就是保罗，把这个福音就传到外邦人的当中。那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要看的重点是什么？有2个。第一个，我要跟各位提醒的是说，你有没有看重你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上帝的儿女。我常常跟我们的会友说，我们是上帝国的王子跟公主，很高贵呢。但是你有没有自己这样看重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好棒。好，第二个，你有没有在乎这个关系？你可以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信上，他们不敢呼求上帝的名字，对不对？我讲袂使你南山前后上帝的名，不能说主啊主啊。现在以前是不行的，到主耶稣的时候才说你们可以称呼阿爸天父。好，那让我们跟神能够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有好好去珍惜吗？还是我们也是用各种借口来疏远跟神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我当牧师里面，我心里有时候很难过，就是说，奇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 level 很高的但是好像我们的信徒让一讲我讲个台语好了以前人家说信上帝是什么假告你听过吗？在很久以前，就是说因为会发面粉嘛以前生活不好的时候，你信上帝，你来教会人就有面粉可以领，所以去信上帝拢是假告的。我说我们的信徒有时候不只是假告，还假上帝告，你听得懂吗？把上帝吃得死死的，为什么？一点都不怕上帝啊！上帝给你这么好的身份，这么好的关系，可以随时亲近，你好像不太在乎。你看那些拜拜的人，他们敢这样吗？不敢。你去看那些恩主公庙，那些穿蓝色衣服的，那些都是许愿的，我妈妈因为生病好，你如果医好，我做1个月的义工，她敢迟到吗？不敢。她敢早退吗？也不敢，因为她害怕。但是我们是用爱啊，我们一直用爱
在说啊，上帝爱你啊，怎样怎样，但是好像不在乎。你看看很多人，他们跟神、上帝没有很亲近，原因还是一样啊。我现在年轻啊，我要创业啊，我要为事业打拼啊，孩子出来我就必须看小孩啊，然后长大了又什么经济压力，我要更努力，反正一辈子都可以讲理由啊，他没有在看重这样的关系，包括像有些还在读书，说我因为明天要考试啊，所以我星期天要特别努力。我说有差那么一天吗？你在准备考试都是前一天临时抱佛脚吗？所以这个归根究底就是说，你没有看重你的身份，也没有看重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现在都年轻，很多人我想我们都有经过恋爱，或是你在恋爱当中，在恋爱的时候，你因为看重你跟对方的关系，如果对方你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突然来了一通电话，不管你多么忙，或是你距离多么远，你会不会去找他？会不会？会啊！我有一个瓦跳的，我的拜把兄弟很有趣。我记得我们在大学刚毕业，他在当兵，他在宜兰当兵，然后他的女朋友呢，他女朋友是屏东人，然后呢，他每次这个礼拜天要放假，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什么？去屏东看他的女朋友。那时候没有高铁没有高铁也没有什么莒光号，什么，还有什么号就是那时候只有对号快，那你当兵呢，你穿着制服又不能够坐啊，所以就这种站的啊，所以他每次放假就从宜兰就是站到屏东，然后跟他的女朋友见面2个小时，又带着满足的微笑，又又回来。想起来真的是很好笑但是呢，结了婚以后，越久了以后，还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慢慢变得掉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你看，人刚结婚的时候都叫佳偶佳偶，但是如果不小心没有去珍惜你的关系，这份爱的时候，就变怨偶。我今天早上我才看到一份杂志说蓝正龙跟他的太太9年了，9年呢，但是还是分手，2个小孩就说你没有去正视嘛，没有去珍惜嘛。你看看我们当基督徒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刚刚认识主，或者说他刚刚去经历神的时候，他好火热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你给他拍死我嘛没腿我一定抓住上帝的，因为我亲自尝过他很多恩典嘛。但是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特别越多代就慢慢赔了就好像不在乎台语有一个顺口溜很有趣他说一代清第1代你很清楚你信什么，2代明要怎样你信啥，3代到第3代说你请我无用，1代清2代明，3代你请我无用，第4代呢厝经规厝经拢是神明，他改信了。你刚刚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有啊，已经好几代，他真的不觉得说这个信仰对他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就开始找理由去推辞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要小心，我要用2句话你看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一开始你们自己说我能够在上帝国吃饭，多么幸福，对不对？但是后来结论，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说以前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除了在这里讲这一句话，主耶稣在别的地方，这个马太福音7章23节，他说有人到见到主的时候说我们以前不是跟你吃过饭吗？听过你讲道吗？但是主人怎么回答？
主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这个要很小心今天我说，今天我们都还有机会做选择你今天要好卡好手啊，还有自由啊，对不对？你可以选择说要不要来敬拜神，好像你还很得意，你可以做选择。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天呢，那一天一定会来到，这是我们有一天中一定要去见神。那如果你见神的时候，刚刚神跟你讲说我不认识你对不起，你们作恶的人走吧或者说以前我所请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尝我的宴席，那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是我们要去想的。那时候主客体已经改变了，现在是上帝一直在叫你说来，儿女你们要来亲近神。他说我不用了，我怎样找很多理由。你今天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到那一天我们要看见神的时候，主客体改变了，变成我们要去求神说：神啊，请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进去得尝你为我们预备的宴席。但是那时候你要找什么理由？你可以用什么理由可以进去？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跟信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趁圣经讲说神还能够亲近的时候，你好好去亲近神，你去好好去珍惜这样的关系。当那一天来到，你一点都不用害怕，你可以很自然。或许主耶稣就已经等在那里，要欢迎你说，良善又好、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福气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因为在那么多人当中，你特别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比更多人能够有机会来亲近你，这是何等的幸福！求神你让我们在信主当中知道能够去把握，而不是找很多理由来推迟跟神你亲近的机会。求神你祝福我们，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能够紧紧的来跟从你，让我们配得主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唱，当我不明白，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主，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唱。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请牧师做主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唔免惊，一起拍手。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年走回娘，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一起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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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会议后可以交。